个人说很老外味了，对啊来了。下午肉买下午要肉呢，后来哩，我这个火标呢，可能对个人说后老外嘞，牛头嘛，经牛么个，上步也做。太多嘛，怕人家行人嘞牛会，怕人家那说，说那么吃，嘛人家会，说看人家人家说，那我有个个这些事呀，有时候个个一出天呀，还都不说个人不啊，会有多，你有没有发现的话，当然你好的，都恰恰说中啊嘞。都恰巧呢，没看比新娘少，慢慢的呢，没看比新娘对啊来女呢没讲的，都没讲，我和姐个么样，我和姐怎么样，和罗吃么样，和罗不多呢吃呢，说比改了，一弄和点，也弄了点了，一弄和点也要点了，但是不明了，可以。要比个得没不，但呢，长大后面了，瞧有那么样，瞧有那多吃呢，多吃个，一个，不厉害，我接葫芦嘞，个你个好呢，么，算下提纲，葫芦个后呢，算下提纲，葫芦的个呢后顶的路后呢，嘞，你嘛，有下个路有下。来陪我嘞，有下个路有下，来忙唱啊嘞，好多女人打了伊，个人说人家为嘞，我们那不会那啦呢，好多为好，脾气，我俩好多比别嘞，我俩好多比个嘞没啊，脾嘛就没新鲜面了，都吃么样嘞，但女吃那个好多比啥没了，大姐。拉卡嘛切么个呀？你好心呀？个呢，那时间呢要有6个呢，大体检没做，你妈了，好了的。大他票没拿了不？你看嘛，新疆回来，后来没讲，后来讲了弄个嘞，没讲来就个么样？这面呢都个伢嘞呐，哈我嘞唔得，会么用下病我那里病嘞，用下那里病嘞，会么得，你看西面了不？会那么车嘞么牛面了，那但那牛呢，有牛伢呢，我那牛干那么车，立刻他家西嘞牛啊，这面呢后来么牛好面了不？但那牛干个，么车。你个人是为了你呀？那后面呢？葫芦讲了弄干嘛嘞？不能看不起人嘞，会忙呀。还不用面，有哈呢，用不多了呢也从面的了。那他呢，有俺呢，有哈么多有哈，不毛的。